商顧生日快樂！商顧50周年生日快樂！商顧50周年生日快樂！工會成立以嚟，無數嘅會員、行友熱情咁參與咗會務建設，親身支持咗各項工會活動。藉此50周年，我哋搜集咗過去嘅一啲活動片段，等我哋一齊回望呢段走過嘅路。1975年喺工聯總會嘅推動下，由百貨辦館業職工會、金銀首飾工會、戲院工會、中藥職工會同洗衣工會跨行業組成咗店員工會。呢一次嘅整合，標誌住基層工會嘅力量逐漸凝聚，為日後嘅權益爭取同行業發展奠定咗堅實嘅基礎。工會透過舉辦多元化嘅班組活動，除咗滿足工友喺職業技能上嘅提升需求，亦都豐富咗佢哋嘅生活同社交交流。過去工會曾經開辦武術班、葡文班、珠寶首飾設計班、曲藝班等等嘅唔同課程，吸引咗眾多嘅會員踴躍參與，更加成為工會同會員之間情感連結嘅重要橋樑。喺工會嘅發展過程當中，曾經面臨住一次重大嘅挑戰。由於租用嘅會址被迫搬遷，工會積極尋求解決方法，決定為此向社會各界發起募捐嘅行動。喺會員、行友、香港百貨業職工會同埋工聯總會嘅共同努力下，籌得款項超過60萬元，彰顯咗社會各界對工會嘅發展支持同認同。而1993年，店員工會位於白馬巷嘅新會址正式啟用。1996年嘅1月1號，店員工會喺經過20年嘅運作之後，亦都因應會務發展嘅實際需要，正式命名為澳門商業僱員總會。隨住會員人數嘅增長同行業需求嘅多樣化，商顧總積極推動咗組織架構嘅擴展，先後成立咗澳門洗衣業工會、澳門金飾珠寶業職工會、澳門百貨業職工會。呢3個基層工會嘅成立，加強咗對唔同行業會員嘅服務同代表性，亦都讓商顧總嘅工作更加貼近前線、貼近工友。展望未來，商顧總亦都會因應行業嘅發展同社會嘅變化，籌組更加多嘅唔同行業嘅工會，希望為更多商業從業員提供堅實嘅後盾。商顧總始終堅守以工友為本嘅宗旨，積極推動勞動權益嘅工作，調解勞資糾紛嘅個案，為無數嘅會員解決實際嘅困難，爭取應有嘅待遇。維權工作從來都唔係一條容易嘅路，但我哋始終相信，每一個被傾聽嘅聲音都係改變嘅開始，每一次成功嘅協調都係對公平嘅堅持。有咗呢一份嘅堅持，係工會存在嘅價值，亦都係我哋對每一位工友嘅承諾。喺過去嘅50年當中，商顧總處理嘅勞資糾紛個案數以千計，其中大多數都會涉及結業遣散、拖欠薪金或者補償金等等嘅問題。其中較具代表性嘅重大個案，例如有勝利食品公司結業遣散、清平、南環、平安、國華戲院嘅結業遣散、繁華百貨中記公司結業遣散、ABC 集團結業遣散、1997年嘅888本事件。呢一啲嘅案件往往涉及大量嘅員工，案情複雜，但係商顧總始終堅持緊守崗位，為工友爭取應得嘅補償同尊重。2004年，商顧總成立咗婦女委員會，旨在提升女性嘅社會參與度，
推動性別平等，並且展現咗女性喺職場同社會中嘅力量。2006年同2024年，商僱總分別成立咗青年委員會，鼓勵年輕人積極參與工會事務，培養領導能力，並為工會發展注入咗新嘅思維同活力。工友參加活動嘅時候好揀擇，因為由於佢哋嘅返工時間長，假期好少，所以商僱總亦都根據佢哋嘅興趣同需求策劃活動，推出各類型嘅興趣班、比賽、旅行團、聯誼、主題講座、愛國教育同文化交流等等嘅活動，豐富咗工友嘅閒餘生活，亦都加強咗同會員之間嘅聯繫同歸屬感。除咗舉辦多元化嘅會員活動之外，商僱總亦都積極推動親子互動，着重會員同子女之間嘅溝通同陪伴。例如有舉辦過嘅親子同樂夜、節日工作坊、親子運動會同才藝大賽等等，為子女提供咗正面嘅活動體驗，同時亦都為家長喺工作之餘提供咗同子女之間嘅情感連結嘅平台。喺推動會務發展嘅同時，商僱總亦都積極打造具有特色嘅年度品牌活動，例如法律有獎填充遊戲，透過趣味嘅遊戲形式，等工友加深對澳門法律法規同國家國情嘅認識，提升法律意識同加深對國家嘅情懷。另外，商僱總亦都組成咗獎學基金顧問團隊，積極籌集資源。每個學年尾就會向會員嘅優秀子女頒發獎學金，鼓勵勤奮向學，為下一代嘅成長同夢想提供實質性嘅支持。商僱總針對唔同行業嘅實際需求，開展多元化嘅行業培訓課程，例如珠寶首飾繪圖、基礎珠寶鑑定、皮衣基礎保養、銷售雙語訓練、電腦軟件應用、會計基礎課程等等。呢啲嘅培訓課程提升咗會員行友嘅專業能力同競爭力，並且為職涯發展開拓更多嘅可能性。喺行業上邊，商僱總嘅理監事會定期舉辦交流活動，透過經驗分享同策略探討，了解同行成功嘅做法同可行嘅方案，提升會務運作同服務素質，共同推進行業進步同會員福祉。另外，工會亦都會定期同中聯辦、工聯總會、政府總部、其他工會同社會組織進行交流同合作，加強政策理解，反映基層意見，爭取更多資源同支持。多年嚟，商僱總積極推動公益，以行動回饋社會同關懷弱勢，展現咗社會責任同擔當。曾經發起或者參與過嘅水災及失業工人籌款、捐血、賣旗籌款、內地小學建校捐助等等嘅公益活動，每逢節慶，商僱總亦都有理監事深入社區探訪，親自向會員同行友送上祝福同關懷。商僱總始終將會員視為家庭嘅一員，除咗提供恆常嘅服務同活動外，亦都定期探訪患病、生活困難嘅會員，以及資深嘅工會工作者，為佢哋提供物質嘅支援同精神嘅慰藉。無論係順境或者逆境中，都會感受到支持。呢一種關懷體現咗工會文化嘅核心精神，亦都展現咗工會50年嚟始終如一嘅承諾。嚟到2023年嘅12月，為咗進一步提升會務運作嘅效率同服務質素，澳門商業僱員總會正式搬遷到位於水坑尾嘅工聯建輝工會活動中心，同服務業總工會、
文職人員總會、水電工會共同辦公，實現資源共享、協同發展。我哋始終堅持辦會嘅宗旨，以愛國愛澳嘅原則，支持澳門特區政府促進澳門穩定嘅繁榮。我哋密切聯繫會員，團結行業僱員，爭取同埋維護僱員嘅權益，擴展會員福利事業。現在行業嘅技術日新月異，新工藝、新材料、新設備不斷推行，行業向前。未來將會繼續開辦更多嘅專業培訓，讓工友透過培訓提升專業嘅技能，更好地適應行業嘅發展。50年嚟，我哋走過風雨，亦都見證成長。我哋堅守初心，亦都擁抱未來。